你们这大家平安。咱拢知一个国家内面爱有法律，因为法律规范着政府甲着人民的关系，也规范着人甲人中间的行做。如果人民无要遵守法律，这个国家的社会的确非常的动乱。当然，读圣经嘛知，伫个圣经中间，摩西的律法非常的要紧。但伊所规范的，毋仅是人甲人中间的行为，也规范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重视摩西的律法，因认为因若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就会通伫上帝面前，互上帝称伊做一个义人，因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拢是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内面来提出一个看法，讲一个人袂通靠着遵守律法的行为，通得到称义。但保罗先生安尼讲，互人的误解，讲伊反对律法。但事实上，咱若认真读罗马书，就非常的清楚，保罗先生从来无反对律法，伊是要强调律法，因为人的罪性，因为人的肉体的软弱，所以人无法度靠着家己遵行律法来互上帝称作义。但互上帝称作义，是因为咱相信、接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为着咱所成的救恩。这种的救恩要显明，上帝是一个疼的上帝。虽无咱有罪，总是伊有缘怜悯咱，赦免咱的罪，也要引带咱的人生行一条义的路。但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互上帝称作义的人，袂反对律法。相时会愈尊重律法，因为伊知律法显明上帝的公义。因为咱因信称作义，咱就无搁再活伫律法下面。咱活伫律法下面的时阵，咱会恐惊互律法甲咱定罪，互上帝甲咱受气，咱会受到刑罚，咱有一天爱面对审判甲死亡。总是如果咱若活伫恩典下面，有圣神的气力要帮助咱。互咱会通回应上帝的恩典，会通克服咱肉体的软弱，会通咱赢过咱肉体的情欲，咱会通遵行疼的诫命，来行出律法的义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所以基督徒当然会重视伊的行为，因为知只有通过伊的行为，伊才会通荣耀上帝。但是伊知影一项事，伊毋是要靠着伊所行的行为来互上帝称作义。伊行好行为，是因为要回应上帝已经予伊的救赎，互伊所行出来，甲伊所领受的恩典会通相配合。上帝赏赐咱恩典，是因为伊疼咱，所以咱对着伊的回应，嘛是出自咱对着伊的疼。上帝疼的恩典无受到律法约束，总是无违反律法。同款，咱基督徒疼的行为无受到律法来约束。相时，因为咱有疼的行为，会通来完成律法的要求。但今仔日金融长老为咱所读这段罗马人书第13章的经文，保罗先生进一步来指出，是安怎讲一个基督徒因为疼的行为，伊会通来完全律法的要求。但保罗先生甲起头就安尼讲，伊讲咱目的欠人什么货？因为根据律法公平甲正义，咱若照这个公平甲正义的原则来行做的时阵，咱就注意到一项代志，咱有咱应该尽的责任。咱所做的代志，毋通互人亏欠。所以你若有欠孝，会去即来行，因为你若欠孝，你就是亏欠人。伫咱现在社会中间，可能真少人无欠孝。咱每一个月拢有你爱纳的房贷。拢有你爱纳的手机仔费、保险费、网络费、雅士费、电费、水费，真侪费啊！对着这的负债，咱就爱随时就爱准时来交交。所以除了欠孝以外，保罗先生要强调的，毋是干那钱的问题，是讲咱伫其他代志顶悬，毋通亏欠人，毋通占人的便宜啊，也毋通互人因为你的缘故来受到拖累。你对着一寡人有你应该尽的责任，
父母对着儿女有应该尽的责任，儿女对着父母有应该尽的责任，朋友甲朋友中间嘛有应该尽的责任。咱着尽咱的责任，当咱无尽咱的责任的时阵，咱着对人有一寡亏欠。所以保罗第一个讲，你若是做一个基督徒，茫亏欠人啊！你若有欠人的，就爱紧紧伫这个所在爱还人。总是保罗继续讲，有一种孝，有一种债，无论你要安怎行，你敢若永远都行袂了。咱台语有一句话讲，人情债人困难行。总是保罗这个所在，毋是来讲人情债。保罗所在，伫这个所在所要讲的种疼的债务，所以煞车安尼讲，无得欠人什么，总是若是三疼，你犹原知影你是欠人。基督徒毋也是爱彼此三疼，而且伫彼此三疼这样代志顶悬，伊是爱采取主动的态度，毋是被动，爱主动。你关心人的需要，你欢喜提供人必要的协助，会常常反省家己。是毋是我的劳力无够额？是毋是我应该尽的责任也未尽？是毋是我会通互别人的帮衬，我帮衬无够？关于这段经文，保罗讲：恁彼此相疼，犹原有欠缺。我伫读新学院的时阵，有一个指导老师叫做王宪迪牧师，伊讲一个比喻，互我感觉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伊讲这种的疼，亲像啥物货？敢若亲像你用加刀咧加一个破洞。加纸加一个破洞，但你愈加，这个洞就愈大。伫这所在所讲的疼，彼此相疼的疼，咱原文叫做阿加佩，咱改翻做爱加倍，就是对着人真实无私，甚至有的时阵你欢喜刻苦你家己，牺牲你家己来成就别人，这种的疼。所以这种的疼有一种超越性，超越你自我中心。拄拄因为即款的疼，所以上帝欢喜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世间人。拄拄因为即款的疼，所以耶稣基督欢喜上十字架顶，为着罪人来献出的性命。通讲即种的疼，伫圣经中间，互咱看到，介完美的一个典范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耶稣基督毋但是疼咱，伊爱所有要做伊学生、要跟对脚掠去行的人，也要彼此相疼。伫约翰福音书第13章34节安尼讲，恁着彼此相疼，我怎样疼恁，恁也着安尼彼此相疼。但保罗先生伫这段经文中间，运用疼人亲像家己来说明疼甲律法中间的关系。咱通看见保罗先生甲着耶稣对着疼的了解是一致。咱知影耶稣将旧约遮尔济613条的律法，其中特别是10条诫。该做一个规律，伊规律称做2个诫命。第一个诫命就是讲，你得尽心、尽心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间的第一条，介重要的、介大的。第二个也相亲像，就是讲，恁得疼厝比亲像家己。这2条诫是律法甲先知所有一切的总拳头。换一句话讲，你若掠掉这2条诫，你就遵守所有律法的要求。但保罗先生伫这段经文中间要指出，律法中间所讲旧约中间律法所有教导，你讲你得爱疼人亲像家己，因为疼人亲像家己，就通完全律法的要求，包括遐个唔通奸淫、唔通杀人、唔通偷窃、唔通贪恋等等，还佫有别个诫命，拢已经包括伫一句话：疼人亲像家己。你若疼人亲像家己，那呢你会避免去做一寡无道德性的行为，因为你做无道德性的行为的时阵，你是无尊重人的身体的自主权。最近美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咧利用一个运动叫做 Me Too， 就是因为伫咱的社会中间，常常侪人无尊重别人，特别是异性的身躯所做，才会对着人的身躯的一个侵犯。你若是真实有疼人的时阵，疼人亲像家己的时阵，你无希望别人的身躯受到你的侵犯。你若有疼人亲像家己的时阵，你也尊重别人的性命，以性命的价值，甲着以性命的尊严，你就袂随便去害人，袂随便去伤害人。你若有疼人亲像家己，那呢你会尊重别人的财产，这财产是人的，
你袂通随便去共偷摕。你若听人亲像家己，你会要求你毋通伤过贪心。咱有教业，咱会通帮助别人；咱若有村，咱会通慷慨来甲人分享。你袂一直求搁较侪的物件，递到别人无即个机会通得到。这个诫命拢咧禁止一项事，毋通去伤害别人。一个听人亲像家己的人，袂去伤害别人，毋也是袂去伤害别人，上时是积极，互别人带来利益。所以听人亲像家己的人，会希望无论伫伊的身躯，无论伫物质上，也是伫名声上，伊拢会通得到好处。伊得到好处，也共款，甲伊三世直接的人，也会通共款得到好处。保罗先生直接要强调的，就是讲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圣神将上帝的疼灌伫伊的生命内底，所以欢喜照上帝的疼来做代志。伊所行所做的代志，是律法袂去禁止，上时是超越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保罗先生安尼非常有信心安尼讲，信心毋是要毁掉律法。信心是坚固律法，像耶稣所讲的：“我来毋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，我来是要成全。”听毋也是无违反律法，甚至是完成律法的要求。但这种的听，毋也是会通改变家己的行为，也会通改变别人的生命。有一个信主的姊妹，伊嫁予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人，但伊的先生无论是才能、学问、品格拢非常的袂歹，因两人结婚了后也非常彼此相疼，所以呢家庭感觉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美满。结婚5年了后，纪念日伊真欢喜，就甲伊的先生讲：“我足有福气，会通做你的某，你真正是一个好丈夫。这5年来，我甲你生活，我感觉非常的满意。但是你若通答应我一项事，我会愈满意，我会愈快乐。”伊的先生就问讲：“你爱我答应什么货？”伊讲：“我希望你会通信耶稣，做基督徒。”伊的先生讲：“哦，我煞袂记一吼，还袂信主，还袂结婚之前，你就基督徒。好啊，我要信耶稣会使去。不过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伊讲：你信耶稣了，你敢会想要杀人？伊讲：当然啦，我袂杀人。伊先生讲：我嘛无杀人呢。你信耶稣了，你有去放火无？伊的太太讲：当然嘛，袂去共放火。伊先生讲：我嘛袂去共放火呢。伊讲：你信耶稣了，你有共偷摕无？特别有偷摕我的钱无？伊讲：无啦，我无偷摕人的钱，嘛无偷摕你的钱。伊的先生讲：我嘛共款呢，我无偷摕别人的钱，嘛无偷摕你的钱。然后伊的先生佫甲伊讲：你信耶稣了吼，你会讲白贼无？突然间，这个姊妹说毋知影要安怎应。一段时间了，伊讲：有啦，加减啦，但是讲一寡白贼话啦。要有代志较好办的吼，加减讲一寡白贼话。伊的先生就甲伊讲吼：我甲你共款，有诶时阵我嘛不得已吼，甲你讲一两句白贼话。煞只伊的先生佫甲伊讲：你信耶稣了，你会拍麻将无？哇！这个姊妹吼，愈毋知影要怎回答伊就无拍过嘛，毋知影要怎回答。伊就讲吼：人朋友就咧招咧3,100吼，若无去吼，感觉足歹势。伊的先生甲伊讲：安尼哦，我嘛共款呢。阮朋友来招3,100，我嘛去呢。但问这个代志了后，伊的丈夫甲伊讲：咱两个足共款的吼，所以咱做翁仔某你无杀人，我嘛无杀人；你无放火，我嘛无放火；你无共偷摕物件，我嘛无偷摕人的物件。有当时你会讲一两句白贼话，有当时我嘛安尼做，有当时你去拍麻将，我嘛会去拍麻将。那呢，咱也无分别啦。你就信你的耶稣，我何必就去甲你信耶稣？当这个姊妹听了后，心内真艰苦，伊感觉足见识，所以就走去楼顶的所在，将门关咧，伫主的面前认罪忏悔。伊的丈夫看伊走起哩，跟咱安尼哭共款，所以就紧张，就对起哩，然后甲伊讲：是的啦，我头讲话讲了较匆忙，请你原谅。这个婚姻人遇到了，伊甲伊先生讲：毋是我爱原谅你，是你着爱原谅我。我做你的某，当已经5年，竟然袂通互你看出我是一个基督徒。
我的行为甲你无差别，我感觉真见识。我拄则祈祷，我恳求上帝帮助我，会通做一个更较好的基督徒，会通互我的生命中间流出基督的疼。我向上帝恳求，互你会通得到一个更较好的某。过半冬了后，伫即届聚会中间，这个丈夫起来做见证，讲我即马相信耶稣，因为我有看出信耶稣的人甲无信耶稣的人中间的一个分别。迄个分别伫倒位？迄个分别就是伊有搁较侪疼，常时为着对方的缘故，伊欢喜伫即个所在做伊的牺牲，伊会通常常反省，我是毋是疼人无够业？耶稣讲：你若彼此相疼，众人就要认出你是我学生。兄弟姊妹，要互人看出你是毋是基督徒，无困难；要互人知影你是毋是耶稣真的学生，无困难。有一个真简单检验的方式，是毋是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互人有看出对上帝来疼？是毋是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真正互即款的疼，催逼你去疼咱的兄弟，疼咱的姊妹，疼伫你四周围中间你的厝边？那保罗先生伫即个所在讲，疼会通帮助咱真正完全入法所有者的要求。但保罗煞只安尼讲，那安尼咱知即个时阵，就是比咱以前接信主的时阵，比咱以前得到救、起头神的时阵，搁较接近，所以咱就爱困醒。命已经过，日时已经近啦。当伫即个所在讲到黑暗暝，是咧指咱还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，加减拢有一寡苦难，加减拢有一寡压迫，加减拢有一寡咱看了模糊无明、黑暗的所在。若是讲的日时，就是讲将来上帝要为着咱所备办的国度，迄种属天的荣光。伫耶稣基督福音内底，咱伫仰望光明紧紧临到。总是有的时阵，咱犹原活伫黑暗暝中间。总是咱活伫黑暗暝中间，无亲像遐无有信心的人，完全去互黑暗所掠走。因为咱的内心已经有看到光，敢若亲像看到暗暝中间看到日时的光，已经伫迄个所在出现，所以咱就知，即个日时的光、清早的光已经出现，所以即个日时渐渐咪就要到。日正当中的即个日时，连灭临到伫咱中间。但对即个黑暗转变到伫光明的过程中间，伫即个转换过程中间，需要一个物件，所需要的就是忍耐。所以耶稣讲，忍耐到底的人，的确要得到救。咱得救，毋然是干那指咱过去咱认罪、咱忏悔，毋是安尼尔，是包括咱现主时，咱的忍耐、咱听的行为。以及咱相信这事，当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，咱伫伊为着咱所备办的国度中间，有丰丰富富，比咱现主时搁较丰富，比咱现主时搁较光明，比咱现主时搁较富裕这种的祝福。所以保罗伫遮咧强调，基督徒是头前咧行，毋是敢若听伫现主时，嘛毋是敢若活伫过去，基督徒是头前继续咧行。所以讲，比起咱初信的时阵，咱愈接近咱得救的时，咱愈接近耶稣基督要搁再来时，所以咱就爱趁早困醒，咱就爱准备要甲主耶稣基督相见面。主若交代咱应该尽的责任，咱若还未完成，就紧紧去完成。因为你若无去完成，有可能你无机会咯。当一个人继续活伫罪，也是继续无欢喜照上帝的话来行的时阵，伊灵性的生命就敢若咧困淡眠共款。若是醒悟，就是一个人伊的灵性突然晓悟，我连面要甲主相见，我连面要伫上帝祝福内底，所以我就爱困醒，毋通继续再困，毋通搁再分断，也毋通搁再忽略上帝交代你的使命，毋通搁再糊涂来过日。但保罗先生伫遮要强调，咱若既然已经精神，咱知影日头连暝就要到，咱既然精神，咱就爱欢欢喜喜伫这个所在来迎接日头白日伫这个所在会来临。
所以咱就爱做这样代志。保罗讲，咱就爱穿新的人，就爱穿主耶稣基督。保罗用穿衫来做一个比喻。你讲咱抑个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应该有的行为，咱在穿衫的时阵，就爱做2个动作。第一，就是你这件衫若是旧去、破去，也是垃圾有臭味，你就爱紧甲伊脱掉，然后你就爱穿迄个清气的衫。这2个动作爱刷接做伙，若无你会有赤身肉体的一个过程。所以穿衫伫圣经中间有真深的灵性的含义。介无有4点：第一，穿衫要甲咱讲，会通除掉咱赤身肉体即款的见效。咱若看创世纪，亚当甲夏娃犯罪时阵，因第一个意识着什么物件？第一个因想着什么物件？第一个因知影是什么物件？就是知影因赤身肉体，所以因感觉见效。所以因用无花果树的树叶最近来掠走家己的见效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上帝为着因做一领皮衫，互因穿。所以穿衫代表掠走咱有的这见效，做会互咱见效。所以上帝听咱要掠走咱的见效，所以互咱一领新的衫通穿。第二，穿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就是咱会通恢复做上帝的囝一款的成分。伫耶稣介出名的一个比喻，浪子回头比喻中间，咱知影这个第二后生，伊放荡家己的生活，伊毁坏属伊老爸予伊所有这的产业，结果伊流浪到伫外邦的所在，伫遐最后为着要生活去饲人的猪。你想，伊饲猪的时阵，伊的身躯所穿的衫，的确是非常的破旧，上时毋但是破，阁有臭味。当伊醒悟起来，伊对伊找伊老爸，伊老爸林敏伊看到伊穿这领破衫，就甲伊的老婆讲，就将迄领盖好的衫摕出来，通好互伊穿。穿衫代表一个人，当伊真正醒悟的时阵，伊会通恢复囝的身份。这个细汉后生讲，我袂堪去做你的囝，总是这老爸要甲伊讲，你永远是我的囝，所以我要互你穿迄个盖好的衫。加拉太书第3章27节讲，你若相信耶稣基督，受洗礼来归伫伊的人，就是穿耶稣基督，将耶稣基督敢若亲像一领衫穿伫你的身躯顶，会通互你成做上帝的儿女。第3点，穿衫还有一个精神上的含义，就是改变咱外在整个的形象。因信称做义，就是上帝无搁再看你是一个罪人，上帝看你是一个义人，像是互你穿新的衫，互你退掉你旧的人的性命，甲你过去所有的行做，互你穿新的衫，然后这个新的衫会通互你日日换新，互你得到财物，照着原本上帝创造你的形象。所以你整个的形象开始咧改变，伫耶稣基督内面来恢复上帝原本创造人有的形象。第4点，穿衫还有一个灵性上要紧的含义，就是咱会通活出上帝予咱的美德。对圣经侪关于穿衫的比喻中间，咱知影一项事：上帝赏赐咱拯救、公义、权能、怜悯、甲着国我，拢是通过穿衫这个比喻来做说明。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讲：我的心神因为上帝来欢喜，因为伊用拯救做衫互我穿，伊用公义做袍来掠我。保罗先生讲，基督徒有一个国外愿望，伊咧愿望什么货？就是咧愿望咱这个会朽烂的身躯，有一天要穿迄个袂朽烂的身躯；咱这个会死的身躯，有一天要穿迄个袂死的身躯。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。路加福音书记载耶稣对着所有者的学生安尼讲：恁着听候这样事，听候对顶面降临伫恁中间的圣神，圣神的权能要互恁亲像穿衫共款，穿伫恁的身上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12节讲：恁既然互上帝所拣选，是圣也是得着听，所以恁着用怜悯的心、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，亲像衫来穿。对这侪经文，互咱知圣经咧讲到穿衫的时阵，是要讲咱将耶稣基督，真正上帝予咱宝贵的衫、新的衫，穿伫咱的身上，
互咱会通活出伊的形象。兄弟姊妹，若是咱赤身肉体，咱无面子见别人，咱无面子通见上帝。咱若是犹原穿着遐破、垃圾、阁有臭味的衫，这是咱家己做人的一个尊严的损失。就是如果咱会通穿上帝为着咱所备办公义、圣洁、怜悯的衫，咱的生命就开始有阳光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一领新的衫。咱若穿耶稣基督，咱的生命中间就会通活出阳光伊的行为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讲，咱就穿这领新衫，咱就无搁再为着家己的肉体多无地搞趁事业。为着肉体多无，即句话意思，毋是讲咱毋免照顾咱的身躯，咱破病嘛不要紧，破病真辛苦的，我嘛捌破过病，咱中间的确拢捌破过病。咱若要互咱的身躯无破病，咱就要会晓伫照顾家己。总是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要甲咱讲，咱做一个上帝国的百姓，抑阁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的身躯抑阁存在。咱若有身躯抑阁存在的时阵，咱加减拢有肉体情欲。所以一方面，咱就好好照顾咱的身躯，但是毋通为着咱的身躯肉体的需要来做安排，放纵咱的事业。咱应该好好照顾咱的身躯，但是咱毋通将咱的心思意念，将咱所有的气力，干那咧照顾咱的身躯，地搞咱袂记进，有比咱的身躯搁较要紧，咱去关心的物件。耶稣基督甲咱讲，恁着先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。所有你的身躯所需要的物件，上帝为着你备办。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毋是不吃不喝，无吃喝玩乐，毋是咱犹原会通吃喝玩乐。做一个基督徒嘛，毋是要决定咱所有的饮食男女，咱犹原有正常即种的生活。总是咱知影强事，身躯既然是上帝所赏赐，咱用这个身躯着节制，着适宜，详时适当。保罗先生讲了非常的清楚，凡事拢通做，但无拄有利益。为是你所做的，毋也是对你家己无利益，对别人嘛无利益。凡事拢通行，但是无拄造就人。基督徒所要做的，就是讲我做这样代志，真正会通造就人。咱要伫咱的身躯荣耀上帝，所以互咱无论食，无论是啉，咱心存感谢，互咱的一举一动，拢会通真正荣耀主。当然，安尼时阵，咱就斟酌细腻，咱安排咱照顾咱身躯的需要，但是毋通放纵咱的身躯陷落伫肉体情欲，毋通用这私情邪欲来控制咱的行为，来继续来控制咱的选择。所以保罗讲，一个醒悟起来的人，伊的所行就端正，亲像伫历史咧行共款，所以目的放纵主罪。目的好色邪淫，目的三争万妒，毋通荒言醉这个酒醉，就是讲你会通食会通啉，总是毋通过头，毋通过头食，毋通过头啉。地告因为你啉了伤过多，所以你身躯拍歹，上时你迷惑伫你感官的情欲内面。一个基督徒袂通用靠食物件，也是靠啉酒来麻痹家己的身躯。第二，讲你毋通好色邪淫，就是讲有这个色情的念头，有色情的眼光、色情的讲话、色情的影片、色情的书刊、色情的歌曲，拢会互咱陷落伫种淫乱的生活中间。当咱陷落伫淫乱生活的时阵，咱的生命就开始垃圾。所以保罗强调，咱就要撇开这个淫乱，咱毋通三争万妒。什么是三争？三争就是你要证明你比别人较好。什么叫做万妒？就是别人比你较好的时阵，你做艰苦的，你吞不下这口气，这是万妒。但这两个，无论是三争也是万妒，拢是用自我做中心，拢陷入自我中心这种的陷阱。咱欠缺一种的谦卑，就是看别人比咱较高；咱欠缺一种的度量，就是咱让欣赏别人的好。为着别人已经有这成就来献上感谢。保罗先生特别提起到这6个，就是咱头所讲这6项代志。因为伫当初时，罗马城内底这6种的罪非常的重。保罗讲，你着脱去这暗暝中间所行的行为，恁着爱
穿光明的战甲。光明的战甲伫另外经文中间，该称作仁义的战器，也是讲上帝为着咱所备办全副的战甲。保罗伫这所在特别提起到伫兵器，也是讲战甲，是因为伊知影讲事，伫咱人生的生命中间，咱需要征战。真实做基督徒拢知影讲事，你的生命内面有征战。这个征战是光明甲黑暗的征战，这个征战是圣神甲着你内在情欲的一个征战。那伫这个征战中间，你若要会通得胜，你毋是赤手空拳，啥物拢无，也毋是靠着你家己常常的软正的见效的良心，也是你常常跋倒，互你跋倒，像是互你见效的肉体。你要会通得到胜利，爱做一项事，就是你爱穿耶稣基督，穿上帝为着你所备办全副的军装，像是揸着光明的战器。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6章10节到18节，甲咱讲，迄个全副的战甲是啥物货？伫遮伊甲咱做一个形容，即包括伫你的腰带，讲用真理做腰带来束，包括你的保护你的心脏，保护你的心坎，公义的护心镜，包括你所骹所穿的鞋，平安的鞋，包括你一切盾牌，就是信心的盾牌，也搁有就是你拯救的头盔。除了这以外，会通一个主动来攻击上帝的话，就是神的剑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得救，但是咱唔通停止伫得救。圣经甲咱讲了话上清楚，你爱对得救到底得胜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死甲搁活，已经互咱得救。伊搁赏赐这个全副的军装，互咱会通穿耶稣基督，互咱会通得胜。如果你敢若得救，总是你的生命无得胜，那安尼你人生的生命的确常常咧吐气，常常咧忏悔，常常发出吐气的声音。若是你会通得救，搁再得胜，你的生命就常常会通唱歌学乐，荣耀上帝的诗歌。亲像摩西过红海时阵，伊所讲的话：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。伊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学乐伊。伊是我的老爸的上帝，我要尊重伊。之后386年，奥古斯丁这个伟大基督教历史中间的思想家、神学家，迄个时阵伊32岁，伊到伫罗马帝国出名的一个城，意大利的米兰，伫遐咧做教授，伊咧教的修辞学。拢是伊心内一直为着家己无道德的生活，感觉非常的艰苦，一直咧挣扎。又听去福音，拢是伊毋知即个福音是毋通改变伊，伊通往上帝祈祷，总是伊常常感觉伊需要伫上帝面前忏悔。所以伫一日，伊到伫朋友一个会堂内底，伊去想到伊过去所做的代志，真正感觉见笑，所以伊跪伫即个会堂的一个角落。伫遐咧哭，然后伊跪落伫地面上，伊咧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救我脱离现主时我放荡的生活。伫咧祈祷中间，伊突然间听到会堂外面有一寡囡仔咧耍，然后因反复咧吟唱一个诗句：拖咧咧个，拖咧咧个，意思是讲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。有一个奇妙力量拍开伊目睭，然后伊看到花园正中央的所在有一块桌仔，桌仔顶悬有一卷册，这是罗马人书的手抄本。伊就去甲伊看，伊掀开来了，就甲伊读。伊所读的，就是咱今仔日这段经文，罗马人书第13章13节到14节。恁所行就端正，亲像伫日时。不得放纵酒醉，不得好色邪淫，不得三者妄动，恁就请主耶稣基督，不得为着家己的肉体多谋，地搞趁恁的私欲。但伊原本和这个罪所捆绑、所掠杂，
咧折磨的这个心，迄个时阵，敢若上帝的话亲像一道光，敢若亲像清早的光，画掉伊黑暗的暝，伊看到光。对迄个时阵，伊决心来跟对耶稣基督。当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疼咱，所以创造咱，互咱的生命会通分享伊一切真善美一切价值、神性甲荣耀。上帝疼咱，所以赏赐律法，互咱知影人甲人中间互相尊重的分际，互咱所行无去伤害别人。咱若犯罪，咱是亏欠上帝荣耀，咱去伤害别人的利益，咱嘛互咱家己的民主来写了了。总是虽望咱有犯过罪，上帝犹原疼咱，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拯救咱。福音就是要帮助你对你的罪恶中间会通得到拯救。耶稣这个名的意思，就是要互伊的百姓会通对罪恶中间得到拯救。但这款的疼呢，是要拯救咱脱离罪的关系，也要救咱脱离律法的定罪。这款的疼也要引带咱，互咱的生命会通对黑暗暝进入到伫光明，互咱伫黑暗甲光明的交战中间，咱毋也是得救，咱会通得胜。上帝是疼咱的阿爸爸上帝，通过伊的圣经耶稣基督显明伊疼的旨意，伊个呈现疼的圣神来点伫咱的心灵内底。咱伫上帝疼内面会通得到拯救，也会通活伫伊疼的内面来过生活。伊所互咱疼的力量，毋也是互咱得救，也要互咱得胜。因带咱的人生会通行过咱黑暗暝，然后进入到伫伊为着咱备办光明的国度。当这款的疼，也互咱无爱去亏欠别人。这款的疼，也互咱知，咱着彼此相疼。而且知影，咱若彼此相疼的时阵，咱犹原有亏欠，所以会激励咱继续搁较侪疼。疼是永远无煞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款的疼，要互咱经验到，什么叫做永远？亲爱的姊妹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是毋是这款的疼？伫咱的教会中间，是毋是有彼此相疼？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毋也疼阮，也将你的疼赏赐互阮，互阮会通自由来疼你，会通真实来疼家己，也欢喜疼人亲像家己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无亏欠人，也无亏欠你的荣耀。就是求你也互阮知，伫彼此相疼这项事顶悬，阮犹原有欠缺。因为阮若愈疼人，阮就愈发现阮疼人无够力。阮只有用更较侪疼来彼此相疼，来回应你对阮无限的疼。信实的上帝，阮信，总是阮的信无够力。求你帮助，疼的上帝，阮疼，总是阮的疼无够力，求你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Yes.
Amen.